小米 Redmi Pad 2發布，1000元價位就有 2.5K 螢幕，性價比極高 AV 平板。小米香港今日正式宣布推出 Redmi Pad 2同埋 Redmi Pad 2 4G 兩款平板電腦，而呢兩款平板電腦即日起正式有售，而且號稱1000元價位就可以有 2.5K 解像度大螢幕，為高性價比平板迎嚟新嘅標準。如果想知道詳情，咁就要睇落去啦。Redmi Pad 2香港賣價同上市資訊。Redmi Pad 2系列提供 Redmi Pad 2同埋 Redmi Pad 2 4G 兩個機型，當中嘅 Redmi Pad 2提供薄荷綠、石墨灰同埋薰衣紫三隻色，以及兩個容量版本，包括有8GB 加256GB同埋4GB 加128GB兩個選擇，建議零售價分別係1399同埋999。而 Redmi Pad 2 4G 就提供薄荷綠同埋石墨灰，仲有一個8GB 加256GB嘅容量版本，建議零售價係1599。配件方面，用家可以另外購買 Redmi Pad 2嘅雙面保護套，白灰兩隻色，建議零售價係199。Redmi Pad 靈感操控筆建議零售價就係299。Redmi Pad 2系列即日起喺全線小米之家、小米之家專賣店、小米官網 mi.com、香港指定零售門市同埋網站正式發售。從即日起到6月20號，購買任何 Redmi Pad 2系列嘅機型，可以獲贈保護套，價值199，贈品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另外喺優惠期間，顧客亦都可以以199嘅優惠價加購 Redmi Pad 靈感操控筆。我哋再嚟睇下硬件規格。Redmi Pad 2系列採用金屬一體式設計，配備一塊11寸 2.5K 嘅高解像度大螢幕。以1000元價位嘅平板電腦嚟講，有 2.5K 嘅高解像度，實在係相當誇張。同一時間亦都支持274 PPI 像素密度同埋90 Hz Adaptive 自適應刷新率，並且採用 DC 調光技術，具備德國 TUV Winan 低藍光、不閃頻以及晝夜自律認證，確保用家全天候眼睛舒適。同一時間，平板作為一部影音機，佢亦都具有4喇叭音響系統，並且支持 Dolby Atmos 同埋 Hi-Res Audio 高解像度音效技術。另外 ，Redmi Pad 2系列配備咗 MTK Helio G100 Ultra 處理器，內置9000 mAh電池，相比起上一代嘅8000 mAh更加大，並且支持雙 SIM 加雙 4G 功能。運行 HyperOS 2作業系統，支持通話同步、網絡同步同埋共享紙貼板等等嘅小米互聯功能。